哎，我是哭啊你。现在要让给，现在。也有是吧？哎，这在一排上没有？拍到了，不怕警察来了，他啥子？他爷爷呀？他偷他啥子？他没有啊？为啥子要打的呀？晓不得。我要录下这参报人心。那有不得，哎，那有不得，我操，好不要脸！我已经全部拍下来了，那就是他的微信。我一直跟到你。你是哪个？是他打牌？放心，今天晚上童哥已经记录下了全过程。这些能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他说他已经60几岁了，反正判了刑死了，他也活该。哪个老师？就是那个老师。